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有伯牧师。今天2月7号，我们要分享的是谨慎言行。我们要读以斯帖记5章6到8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一则关于谨慎言行的故事，就是说话前的3个筛子。说话反映一个人的智慧，谨言慎行，言之有物，是说话智慧的最高准则，会让你一生都受用无穷。有一次呢，苏格拉底这个哲学家他的一位门生匆匆忙忙跑来找苏格拉底，边喘气，然后边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件你绝对想象不到的事。等一下，苏格拉底毫不留情来制止他。你告诉我的话，用3个筛子过滤了吗？他的学生察觉情况不妙，不解地摇了摇头。苏格拉底他继续说：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情的时候，至少应该用3个筛子来过滤一遍用那抬起来。第一个筛子叫做真实，你要告诉我的事是真实的吗？还是道听途说？第二个筛子叫做善意，你要告诉我的这一件事情是充满善意的还是恶意？第3个筛子叫做重要，你这么急着要告诉我的事，是真的重要的事吗？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千万不要听说道听途说，结果说出来不是真实的，却可能伤害到人，或者是使人跌倒。我们来到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本段皆与以斯帖第一次为例去见王有关，但是其中有2个场景，一开始1到4节是在王宫的内院，而5到8节是发生在以斯帖的他的内宫的宴席上面。我们从这第5节作为一个衔接，帮助我们明白所阅读到的事件是发生在2个地点。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2个场景当中，亚哈随鲁王虽然以宫廷中惯用的夸张语气允诺以斯帖说，我连国的1半都给你了，那似乎给了他一个大好的机会，但是他却都没有借此来表明他真正要说出的要求。我们看到王后以斯帖她很谨慎在王宫内院没有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要求国王私人赴宴，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在王宫中人口众多，人追嘴杂，波斯王无法专心来听王后的说明，所以在私底下的场合中，王后可以更直接来影响这个国王。至于以斯帖为何要到第2次宴席才表明自己的请求，其动机无法确切，有可能是让国王了解哈曼和他之间的一些障碍。也许王后可能认为当时候时机不对不成熟，就决定
邀请王和哈曼再一次赴他第二次的宴席。所以第一次的宴席很令王满意哦。王又再一次向王后以斯帖保证，凡他所要的都必赐给他。哈曼也非常得意，因为王后只邀请王还有他这2个人共赴宴席，如此的殊荣，让哈曼更加自得意满。或许也因为王后以斯帖这样做，让哈曼失去了警戒的心，对王后以斯帖没有防备，为他下一步顺利打击哈曼，为犹大人向王请愿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备。以斯帖他在第8节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建构于2个以弱为主的句子，逐渐缩小王的选择范围。经文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我们知道以斯帖已在王眼前蒙恩，而且王也总是照着他所听到的谏言来做事。因此即使以斯帖只是谨慎来复述王所说的关键字，但他的答复绝不只是为了符合朝廷的礼仪而已。根据希伯来文的描述，以斯帖暗示王出席宴席的这个行动，将足以使他答应他的请求。若王前往这场没有理由不出席的额外宴席，那他则必须答应以斯帖的请求，而以斯帖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全盘托出他的请求。我们看到在与王的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以斯帖他的智慧，还有他谨慎的言行。看来他可以说是真言劝诫我们的言辞谨慎，成为一个最佳的典范。无论是抱持着公平正义的理由，或者是长时间的属灵预备，都不能作为轻率发言或者是讲话不经大脑的借口。因为语言其实是我们彼此沟通的主要方式那说得好，说得清楚，让对方明白，那将会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情。那将事情延迟到下一场，就是第2场的宴席，或许大大增加了故事的张力，但这也代表到时候以斯帖对王提出的请求，这个时候将会得到肯定的回应。我们读者知道，但是当时他不知道，所以使犹大人的命运可以因此来得到翻转，得到拯救。我们来思想以斯帖能够顺利觐见王，并且邀请王带着哈曼来赴宴。那王后很谨慎她的言行举止，她没有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她的计划也一步一步逐渐的成就。弟兄姐妹，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保守，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祈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带领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祈求你所赐的圣灵指教我们，在我们要开口说话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讲出智慧的言语。在什么时候我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我应该闭口不言。
但愿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智慧与力量，但愿我们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说出让你喜悦的言语，让我们也可以说出使人蒙恩得救的话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喜乐、健康、蒙福。我们下次再见哦。